好多家長都好擔心咧，如果學咗九型性格 Enneagram，會唔會標籤咗自己嘅細路或者定型？其實啱啱係相反。諗深一層咧，有多時我哋作為父母咧，都會不知不覺將我哋嘅仔女標籤，例如點解佢咁靜㗎？點解佢咁反叛㗎？點解佢咁唔合作㗎？點解佢咁扯㗎？點解佢咁煩嘅？其實都係標籤。反而學好 Enneagram 九型性格咧，你突然間會發覺，你會明白你個小朋友做每一樣嘢嘅出發點。好簡單，例如嗰個好似成日都比較好識得表達自己，少少唔開心就好似出現咗脾氣。你可以話佢曳，可以話佢霸道。如果佢係大哥哥大家姐，你甚至可以話佢，嘿，你好壓榨都唔讓人。但係如果你識咗 Enneagram 咧，你可能會明白，原來呢個小朋友嘅最大特徵咧，係好中意去到呢個世界裏邊做 leader。意思唔一定係霸道，佢好有勇氣去帶領同埋保護。所以如果適當咁去栽培咧，佢可能會成為未來嘅一個好好嘅領袖。但係如果你見到佢呢個行為一出，就標籤佢話佢唔啱，其實你先定咗型啊！你會覺得佢惡啦，你覺得佢壓榨啦，甚至好努力去壓制佢。小朋友越壓制咧，佢個特色就越想出嚟，從而一係就反叛你，或者佢可能喺你面前就扮到好乖，但係背後可能係另外一個小朋友。咁另外有啲小朋友咧，可能你對佢好寬鬆，但係佢對自己要求好高嘅喎，即係話簡單如要做一啲功課或者畫一啲畫、寫一啲字，佢唔滿意咧，佢會唔開心嘅。咁如果你相對係一個比較寬鬆嘅爹哋媽咪，你諗住誒唔緊要啦，是但啦，OK 啦，做到就得啦，佢會好唔開心，因為佢係一個對自己有要求嘅小朋友。所以學 Enneagram 最大嘅特色咧，就係明白每一個人做嘢背後嘅原因。我哋唔係淨係睇行為，我哋睇究竟乜嘢推動佢，佢點解要發呢個脾氣，點解佢會猛整覺得自己唔好，佢唔係專登同你鬥氣，最重要嘅就係佢係活出佢性格嘅特徵。而作為父母嘅，如果識得因形施教嘅話，你就會知道乜嘢方法先係有效將你嘅仔女最大嘅優點可以發揮出嚟。